歡迎你嚟到洋洋資訊台。喺片期間，麻煩你俾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 share， 多謝你。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聽洋洋資訊台晨早新聞同天氣預報。今日係2025年9月18號星期四，農曆7月27號。一齊留意下香港今日嘅天氣同最新新聞啦。首先帶嚟今日嘅天氣預報。根據天文台資料，今朝早6點幾錄得嘅氣溫，市區大概係28至29度左右，好似赤鱲角同啟德跑道公園都錄得28.5度。降雨方面，預測今日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但都會有一兩陣驟雨，日間會非常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可能去到34度，新界地區再高一兩度都唔出奇。稍後時間局部地區可能會有雷暴，吹和緩咗東至東北風。酷熱天氣警告而家仍然生效，大家出門要留意啦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。天文台表示，呢個信號會喺今日中午前維持。喺上晝6點，位於南海東北部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香港東南偏東約62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8公里，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。天文台指出，呢個熱帶氣旋環流較為細小，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過400公里距離。按照現時預測，佢會聽日19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，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轉向偏西移動，移近珠江口一帶，但登陸位置同強度仍然存在變數。天文台會視乎熱帶氣旋強度、強風區同本港距離同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係咪需要喺今日稍後至聽日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週末天氣展望，聽日19號稍後驟雨會增多，風勢逐漸增強。週末期間間中會有狂風驟雨同雷暴，雨勢有時較大，海有湧浪。而下星期初天氣會短暫好轉，但到咗下星期中期，天氣會顯著轉壞。天文台亦都提醒，位於菲律賓以東西北太平洋有另一個熱帶氣旋會顯著增強，並喺下個禮拜初進入南海北部，靠近華南沿岸。到時請繼續留意平台天氣報道。香港新聞方面，首先，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多宗食物中毒事件，涉及2間香港餐廳，總共有9個人受到影響。據報，呢啲人你食冇餐廳嘅食物之後出現肚痛、作嘔同肚瀉等症狀，中心已經派員去調查餐廳嘅衛生情況，並呼籲市民如果有類似症狀就要盡快求醫。呢件事提醒我哋外出用膳要小心選擇餐廳，保持個人衛生啊。第二條新聞，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公布咗最新嘅施政藍圖，強調一國原則優先，同時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。李生話要加速邊境大型項目，例如擴建邊境設施，加強同內地嘅聯繫，仲有推動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。呢個計劃旨在提升香港嘅經濟增長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分析員指，呢啲措施有助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，但亦有聲音擔心會影響兩制平衡。大家點睇呢？多謝大家收睇今日新聞報道，記住關注最新消息就喺我哋頻道，下次見。